聖經提醒説家在Ephesus 55節樣講到，對於家設家嘅注意，設家設嘅注意，人本人設家設世間的生道，設家嘅日子生道，而設家嘅注意，設家要聰明智慧嘅人嚟，因為呢一個師傅做書Ephesus 56節樣講到，永和呢一春道嘅日子，因為呢一個日咩按容易嘅日子，按痛苦嘅日子，但係呢，設家要聰明智慧嚟行呢一個日子。為了自家生到世間呢啲，要得到上帝嘅合意，就上帝嘅旨意嚟行，熱天上帝歡喜。而哥林多5:10樣講到，因為到隆重人啊，都係向呢個基督嘅立堂啊，每一人都係向呢基督嘅立堂熱後，所以離開咗世間之時，每一人係向基督嘅立堂。人班人是講唔係點解要錯啊？當然係個信任上帝，耶穌基督係個救主，係個得到忍量熱切係個錯，忍量熱切係個罪，係個得到得救嘅人。阿門。